但是真的是为了迎娶文成公主嘛？其实也有很多的疑点。小帅说的是对的。布达拉宫的修建时间有很多人说法不一样。有些人说是布达拉宫是为了文成公主而修建的，也有些人说不是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布达拉宫刚开始修建的时间是在公元631年的时候，到了公元17世纪的时候就开始扩建，到了公元20世纪的时候是基本建成的。在公元7世纪之前赞干布修建布达拉宫之前呢，吐蕃第28代藏卜就已经在那上面修有修行宫。根据敦煌历史文书和这个唐史方面的旧唐书新唐书还有资治通宣等里边就记载这个松赞干布的大臣噶东正呢是在公元64010月初的时候才到唐朝新婚的，所以布达拉宫不是为文成公主而修建的。